蹴鞠？那不就踢球吗？是啊。你们这儿男女一块儿踢啊？是啊。我跟一帮老娘们踢什么劲儿？推了。哎，你就跟送请柬的人说一声，说我身体不舒服，不踢了啊。可是娘娘，请柬上说了，各宫女眷无论身份高低，均不得以身体欠安为借口缺席比赛。娘娘，您去哪儿啊？请假。不准。哎，干嘛去啊？哎，喂，哎，放开我！哎，放开我！哎，你以为你是韩剧男主角是不是？一副冰山脸，拉着女主角说走就走，屁话都不说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以为你学长腿欧巴那一套就能把我迷住。我告诉你啊，老子最烦那一套。闭嘴！这是我最珍爱的一个球，先祖曾经踢过，你就用它来练习吧。哼，你要教我踢球？有何不妥？我知道你球艺不精。好，说吧，咱们怎么踢？你要干嘛？整日里净想一些污秽之事，穿着裙子如何踢球？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挺麻烦的。来吧，咱们踢吧。你就把我当成球门，射。今天的成果还是不错的，你总算踢到了球。像我这种天资愚笨的人，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所以，对你这种天资愚笨的人来讲，更需要加大力度训练。哎呀，妈呀！不行了！哎！齐少，你大爷的！你要干什么？齐少，这是要闹哪一出啊？娘娘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娘娘，不想活了！慢着，人家还有事情要问你呢。人家都这副德行了，人家能请病假吗？明天接着练。